2023日本火力全开大胃王比赛获得冠军的和田大志，这次特别跨海来到台南挑战15公斤牛霸王面。餐厅业者在厨房料理食材时，和田大志就站在窗外看着，像是在刺探军情一样。一切准备就绪后，就等铜锣一响，挑战开始。和田大志不疾不徐，先把牛小排捞出切块，策略是将最好咀嚼的牛肉优先干掉，之后再把面跟汤慢慢吃完，一切按照自己的节奏，脸上表情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硬撑。餐厅老板张志宏表示，牛霸王面挑战过去只有一位台湾的女大胃王小慧挑战成功，不过看到和田大志只花了10分钟就快把牛肉吃光，已经开始叫柜台准备奖金了。有一些民众的挑战是失败居多。那挑战成功大概有几组？目前挑战成功就只有小慧，有小慧而已。对，就小慧一位。那你觉得他的实力？你目前看起来，你觉得他有可能挑战成功？目前才开始10分钟，就柜台已经在开始发红包了。时间1分1秒倒数，青花瓷大碗里面的汤跟面也渐渐变得越来越少。比赛剩下最后15分之前，和田大志就完成了15公斤牛霸王面挑战，轻松拿到5800元奖金。和田大胃王也说，这家的牛肉很鲜，汤很好喝，但这个菜单不是普通人能挑战的。やっぱり正直一般の方が挑戦するのもかなりきついなっていうチャレンジメニューだと思います。とにかくお肉がすごく柔らかい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お肉って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お腹の中できつくなる食材なので、あと重たい最後平打ち麺が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きつくなるので、その辺も踏まえて結構やっぱり難易度が高いなっていうのを感じました。で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かった。牛肉のうまみがスープにちゃんと入ってて、すごく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はい。吃完牛霸王面，体重45公斤的和田大志，肚子好像也没变大多少，仿佛刚刚吃的全部吃进异次元中，恐怖实力不得不服。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